萨利卡伽马布隆平安，兄弟姊妹平安。卡数今日透早我用我的母语来讲道我相信敢若上帝听有啦吼，所以上帝的作为真的很奇妙啊！如果我们从创世纪在巴别塔，他因为语言的问题，他把人类把它分开，一个族群一个族群，然后因为十字架的关系，把我们结合在一起，所以我们今天可以用在这边有不同的族群来一起来敬拜上帝，所以我就想到。在20世纪，就上一个世纪，世界上有许许多多很伟大的人，对世界很有贡献的。可是呢，对我来讲，让我最敬佩的伟大的人物之一就是史怀哲。那么为什么呢？因为他是一个很有学问的人。他30岁以前就已经得到了3个博士的学位，哪3个？哲学、音乐跟神学这3个的博士学位，那他只要用任何一个博士学位，哲学的也好，或是音乐的，更是音乐的我们知道在欧洲很有名的那个巴哈啦，莫扎特他们用音乐，他们可以过很好的生活。所以如果他用一个博士学位，他在欧洲在西方的社会里面呢，他可以过着荣华富贵。过着富裕舒适的生活，但是这一位非常有学识、有才能的学者，他竟然自愿到非洲非常落后的地方做医师，来照顾那一些贫穷的黑人。那在现在的加蓬国的兰波雷尼这个地方。它是一个很潮湿的丛林，它建立了很简陋的茅草屋作为医院。那简陋到什么程度？它没有电，也没有汽车，又没有现代化的这种设备，但是他在那里做医生，做医师一直到死亡为止。那我们就看到他不是用嘴巴来去工作，而是用他的医学的知识和熟练的技术来传播基督的福音给非洲的黑人，所以他用实际的行动来见证上帝的爱。所以很多人就这样子说，他出于内心丰富的爱心，他把自己的香油膏浪费在落后的这个地方，他通过牺牲享受富裕的生活，然后在黑暗的非洲很具体的表现了上帝的怜悯。所以这样的事情就是我们今天所读的经文，耶稣所要谈论的这个事情。所以有3点跟大家一起来分享。第一点，浪费是美丽的事情吗？浪费是美丽的事吗？在这边所提到的这个西门，他不是法利赛人的西门，因为法利赛人的西门，他也有邀请耶稣到他的家来吃饭。那他邀请耶稣到他的家吃饭，他主要的是什么？要羞辱耶稣，这个法利赛的西门。可是今天这个经文所提到的西门，他是另外一个人，是因为他曾经长了麻风病，但是被耶稣医治，得到痊愈的这位西门。所以他出于感激这样的一个心情，他就邀请了耶稣和他的门徒们到他的家里来吃饭。当他们吃饭的时候，如果我们看经文的叙述，他们吃饭的时候呢，突然有一位妇人带着一瓶名贵的香油膏进来，然后呢就打破了香油膏的这个瓶子，然后再把香油膏全部倒在耶稣的头上。当他做了这个动作以后，在场的人看了都傻了眼，认为他所做的这件事情是一点意义都没有的事，也是一个很不可思议的事情。因此耶稣的门徒直接问耶稣说，为什么
要浪费这么珍贵的香油膏呢？因为他们对这一位妇人的浪费，以及耶稣容许这位妇人这样去浪费，他们没有办法理解。而且经文也告诉我们，他们非常的生气。那他们的感受和他们的想法，我相信我们是可以去理解的。为什么呢？因为照顾穷人的责任就是落在这些门徒们的肩头上，所以他们就认为，如果变卖这一瓶珍贵的香油膏所得到的这个钱，就可以直接去帮助不少的穷人，来减少他们的痛苦。但是耶稣向他们说，由他去吧，为什么要为难他呢？他在我身上做的是一件美事。我相信耶稣的门徒听到这一句话，会更加的不了解，浪费珍贵的香油膏怎么会是一件美事呢？因为在这边耶稣没有讲说这是一件美妙的事，是一件道德的事，或者是说这是一件重要的事，是一件伟大的事情。当门徒们还在犹豫疑惑的时候，耶稣他继续的讲说，他所做的是尽他所能的，他是为我安葬的事，把香膏预先交在我的身上。就当耶稣把妇人所做的事情跟他的死连结在一起的时候，香油膏浇这个香油膏在耶稣的头上，变成去膏耶稣的尸体一种象征的行为。而香油膏是活着的人送给死去的人最后的礼物。我相信在过去的2个礼拜，我们也经历过了耶稣他被抓、被钉死、被埋葬以及复活的这个事情。如果我们把它连接起来，我们的信仰可以了解到耶稣所讲的，他为我做一件美事。所以到这个时候，整个事情就完全改变了。因为耶稣把人们以为奇怪不合理的事情，他完全改变了。这位妇人她来找耶稣，可能她带着一个幻想来去见耶稣，但是耶稣转变他奇妙的行为，成为神圣的葬礼的一个凭吊。那门徒们，耶稣的门徒们，他们也从疑问、不信当中，更加看到了上帝不合理的这种计划。那个计划就是被膏为圣的弥赛亚，他必须要浪费他本身，要被钉在十字架上，他才能够成为基督。所以换句话来讲，耶稣被钉死在十字架上被浪费掉，才能够成为上帝所膏的基督。这个就是上帝的设立，是难以理解的上帝的真理。所以这一位妇人，她从幻想当中，门徒们从疑惑当中碰到了这个设立，因而改变了他们的人生。所以耶稣所说的事，耶稣所说的美事，不是一种静态或是被动的事情，而是一种行动。当然耶稣他不否定静态的东西的美丽和它的价值。我看我们的教会，我到每一个教会去，我们都会有献插花嘛，对不对？每次我都会说，那个花摆在这边，那个是一个静态的美丽。耶稣没有否定它这个静态的美丽，因为他会去赞赏这样的一种价值。因为我相信耶稣他不会说那一些我们可以拥有的东西，比如说房子啦，或是汽车是邪恶的，或者我们可以用眼睛去看的东西，比如说一幅图画，或是晚霞是一个丑陋的，或者我们可以用耳朵听的东西，比如音乐，它是败坏的东西。耶稣没有否定这些东西的价值，因为这些可以拥有、欣赏、感受的东西是美丽的，因为这一些东西使我们看见的、听的，我们会赞叹不已，让我们的内心会充满的温馨、喜悦，
和盼望。只不过耶稣在这个故事当中，他指出是另一个方面美丽的事物，那就是这位妇人把她所带的香膏打破，浇灌在耶稣的头上，使那一位妇人她本身跟门徒呢也都改变了。所以这个就是美丽的本质跟它的意义。所以事实上，一个人的改变不是别的，而是神迹。所以我们看犹太人常常去找耶稣，要求耶稣给他们神迹。可是耶稣说，只有一个神迹，那就是耶拿的神迹。耶拿的神迹不是因为耶拿被那个大鱼把它吞了3天没有食，而再把它吐出来，而不是，而是因为耶拿把生命的信息传给无恶不作的尼尼微城的人，然后他们从国王到最卑微的人都改变了，那是神迹。耶稣讲的神迹就是生命的改变。所以当我们看到一个人他真正的改变，那我们会有说不出的这种惊叹，说不出的兴奋，说不出的满足跟快乐，也让我们看到他本身的改变和他的救赎。像上个礼拜我在树林长老教会也去请安祷告的时候，我们看到当时有8位慕道友要改变他们的信仰来信耶稣基督，全体会众的那种喜乐是不可言喻的。这就是耶稣所说的美丽的事是美丽的本质。所以第二个跟大家来分享的是为基督的缘故浪费。为基督的缘故浪费，为基督的缘故浪费是一件美事。因为这一位妇人她出于对耶稣丰富的爱的这种感激，她打破了她珍贵的香油膏，并且呢把它膏在耶稣的头上，因而成为有意义的事情。那么耶稣也对妇人所做的事情，他给予丰厚的这种回应跟称赞。所以如果没有丰富的爱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在别人的生命当中，不可能产生美丽的事情。今天这一件美事摆在我们的面前，向我们挑战。我们为了耶稣基督的缘故，有浪费我们的香油膏吗？可能我们会说，我一生的时间都花在这个教会里面，难道我为基督耶稣的缘故浪费我自己还不够吗？但问题我们要问的是，你是怎么浪费的？我们是怎么浪费的？我们从哪出来的香油膏又是怎么样的一个香油膏？我们真的是为了耶稣基督的缘故浪费了我们自己吗？或者我们只不过是为了我们自己来浪费别人的生命？所以不少的基督徒他们面对这样的一个挑战性的问题的时候，会尽量的去回避，因为这样的问题会让一般的基督徒感到很不舒服。为什么会感到不舒服呢？因为教会已经变成一般基督徒要消费的一个地方，而不是因为基督的缘故要浪费我们自己的一个地方。我看到今天教会已经深深受到消费主义的这种影响。刚刚我们夏牧师有介绍，我是教历史的，特别是教教会历史，我也走访了我们台湾基督长老教会，特别原住民的教会。我看到这样的一个现象，就是把教会当作一个消费的一个地方。因为不少人来到教会，就好像在逛购物中心一样，他在这个教会里面找不到他们所需要的节目或是活动，不能满足他们的需要，就跑到别的教会去找。那么他们来到教会，他们附加了许多不同的条件，比如说那个教会有很好的音乐，所以我才去那个教会，他附加了这样的一个条件。那个教会的教育设备的节目很好，所以他就去那个教会，他又另外加了这样的一个附加条件。然后甚至那个教会的牧师很会讲道，我很喜欢听，能够安慰我的心，他又另外加了这样的一个附加条件。
甚至有的人说，那个教会的人很多，我不用担心被别人强加负担教会的这个工作，所以他就带着这样的一个附加条件去到那个教会去。所以人们有很多的理由附加在他们来到教会的这个理由上面自己。所以当然人们有这样的一个权利去选择他们所要加入的教会，但是我们来教会绝对不是只想到要满足我们自己的一个地方。我常常勉励我的学生说，你们将来做牧师做传道人，教会是要学习怎样付出牺牲的一个地方，而不是只是要获取得到什么的一个地方。因为耶稣很清楚地告诉我们说，在马太福音第16章24节到25节说，凡若有人要跟从我，就当舍己，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从我。因为凡要救自己生命的，必丧掉生命；凡为我的福音丧掉生命的，必救了生命。这个就是福音的核心，也是教会的本质，也是我们来到教会的唯一的理由。所以基督教会不是要消费的一个地方，而是为了基督的缘故，要浪费我们自己的一个地方。所以如果我们只是想要在教会里面得到我们所想要的这种事物，我想我们可能只是一个很自私的人，也违背了基督的教训。我们作为基督徒的生命，可能只不过是一个像死海一样的，只获取而没有给予。我不知道我们在座的有多少人去过以色列，到约旦河，甚至到死海去。你看死海，它每天有好几万吨的约旦的河进入到它的里面。那么死海它没有出口，它没有办法排出去，但是死海里面的这些水每天被阳光所照射，水分被蒸发，那么留下来的是盐分跟我们说爹妈嘎沥青等等这些化学的这种物质在这个海当中。所以死海里面没有任何一个生物它可以生存，它是一个没有生命的一个海。所以我就观察到有一些基督徒的生命就好像死海一样，因为上帝的祝福、上帝的恩惠、上帝的赦免、上帝的怜悯，像约旦河的水一样的流进到他们的生命当中，但是他们独吞了，没有分享出去，结果上帝所赐给他们的一切都被蒸发掉了。因此留在他们生命当中的东西，只不过是很咸的盐分和乌黑的沥青，因为他们的内心里面仍然充满着恶毒、自私、自我中心、害怕、怀疑、不信任、忧虑、烦恼，就没有喜乐和平安，也更谈不上仁慈和怜悯之心。那么也就不懂得怎么样以怜悯和仁慈去对待别人，所以这只不过是一个枯死的生命。这样的生命呢，也会枯死别人的生命。所以第三个跟大家一起来分享的是，爱邻舍如同自己。爱邻舍如同自己，我们可以这样子说，牺牲是让一个人、一个个人、一个家庭、一个社会、一个教会、一个国家或是世界得以长存、永续发展下去的这个动力。我们只要想到今年所发生的武汉肺炎，有一些人，有一群人，好像有22个人，他们已经有半年多没有放假，牺牲了他们的放假的时间来守住这个病情。所以他们的牺牲让他们个人，让很多的家庭，让我们的社会，让我们的教会，让我们的国家可以继续的生存下去。我想这个就是一个它的动力。所以如果我们想要有一个丰盛的生命，那就请我们不要只有想到我们自己，我们也想想别人的需要。
你想要让你的家庭充满和谐和幸福，那我们就请我们自己从我们自己开始，不要只想到我们自己的需要，也多为家庭其他成员的需要去想一想。你想让我们的教会增长，那就不要只想到我们自己的需要，我们都去关怀别人。这就是耶稣所说的爱人如己的一个教训。只有遵从这样的一个教训，我们才能够得到永生，人类才能够继续的生存下去。因为爱人如己，它不是一个空话，也不是一个空谈，而是人类得以继续存在到今天的一个重要的一个基础。我举一个例子，一个故事，就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这个期间，希特勒他屠杀了600多万的犹太人。那就有一位犹太人的这个医生叫 Victor Frankl， 他就被关到最残酷的这个集中营。这个集中营的名字叫奥斯维兹，是波兰西南部的一个城市。一旦人被送到这里，几乎没有生还的可能跟希望。但是这位医生他被送到这里的时候，他决定要活着出去，他不要死在那里。所以他就细心的去观察，求生之道。他发现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秘密，因为他发现被送到这个集中营当中能够耐久活得比别人久的人，不是那些身体很强壮有办法去抢夺别人食物来充饥，抢夺别人衣服来御寒的人，而是那一些用爱心对待别人的人。因为这一群人，有人饿了，他们拿自己的一部分的食物给他们吃；有人因为天气寒冷，衣服不够御寒，一直发抖，他就拿自己的衣服给他们穿。那么有人伤心失望，他们就去安慰，去鼓励他们。他就发现这样的人活得比较久，他能够熬过恶劣的环境跟痛苦。倒是那些身体强壮，只会抢夺别人的衣服、食物的人，他们不仅仅没有办法熬过痛苦，也很容易病倒死去。所以这个医生他就说，耶稣基督所说的爱邻舍如同自己这样的一个教训，能够帮助人熬过恶劣的环境，能够支持人在绝望的情况当中看出希望。所以我们在人类的历史证明了这一点。我们看希腊跟罗马的文化跟他们的文明不能持久，因为他们里面充满了暴力、残酷、欺诈，是失去人性的。所以圣经一再的强调，唯一能够拯救这个世界跟人类的，就是基督的爱。要拯救这个世界和人类的方法，就只有实行耶稣所说的爱邻舍如同自己，除了这个以外，没有别的方法。所以同样的道理，一个增长兴旺的教会，就是教会里面要充满着爱邻舍如同自己的弟兄姐妹们。因为这群弟兄姐妹们走出了教会的门外以后，会默默无闻的在社区里面牺牲自己，为基督的缘故浪费自己，打破自己来服侍别人。所以除了遵从耶稣基督的教训，教会没有其他增长的办法或是方法。假如我们的教会还没有增长，我们可能需要好好的去反省，就是圣经所说的悔改。我刚开始讲到的时候所提到的这个史怀哲博士，他曾经说过一句话，他说我们每一个人的心里都应该要有一个像他所设立的那个医院，这个兰坡连尼。那么兰坡连尼就是史怀哲博士他牺牲浪费自己的一个地方。亲爱的弟兄姐妹们，今天我们知道是一山神学院的纪念主日。在1946年，因为在日据时代已经有4000多名的原住民变成基督徒，可是那时候还没有教会。
到了1945年二次大战结束了以后，这些基督徒从地下变成地上的，他就建立在每一个部落都有设立一个教会，一个礼拜堂在每一个部落。那教会看到如果没有神学院，可能这些教会他的生命也没有办法延续。就好像在1624年荷兰人来了以后，在1627年就派了38位的宣教士来在台湾特别在台南这个地方来做宣教。可是到1661年荷兰人走了以后，也没有教会了。是为什么？因为没有神学院。所以当时教会也看到这种现象，那上帝感动孙雅各牧师，在花莲富士那个地方设立了台湾谢修架构，就是一山神学院的前身。为了让生命可以延续，特别在1958年，我们所敬爱的高金平牧师，他接纳了这样的一个任命之后，他筚路蓝缕的在礼堂的旁边来设立这个教会，就这个神学院。因为当时神学院已经破产了，有许多的学生已经寄读在台南神学院，可是高金平牧师他毅然决然的接受这样的一个重担。如果我们了解高金平牧师他的背景，其实他好像史怀哲博士一样的背景，因为他是在一个富裕的家庭，他的爸爸是医生，他可以有很好的生活的背景，在平地的教会，我们汉族的教会和活络人的教会去牧会。可是他宁愿花了他的很多的时间在这个地方来打破自己，贡献他自己，甚至牺牲他自己，让这个神学院可以一直生长到现在。甚至从这个学校毕业的原住民的牧者，他们也可以在教会在部落里面做很好的一个见证。那这个神学院能够继续留存到到今天，乃是各个地方台湾基督长老教会的教会或是弟兄姊妹们，你们用你们的祷告，你用你们的支持，甚至你用你们的奉献，像这一位妇人一样，打破了那个很珍贵的真油膏，浪费在一山神学院。虽然你们没有在礼堂旁边的一山神学院来从事神学的教育，也透过你们的支持，透过你们的祷告，甚至透过你们的奉献，你们也就相当等于是跟我们一起在礼堂畔的一山神学院从事神学的教育。所以我仅代表一山神学院的院长跟教职员生们来跟弟兄姐妹们说谢谢你们，也感谢你们，也祝福你们。我们一起来祷告。对吧？我们谢谢您，透过这样的一个故事，不仅仅感动了天父上帝，也感动了许许多多的弟兄姐妹们，特别感动史怀哲博士，甚至高金平牧师，愿意打破他们很珍贵的生命的真拿达香膏，为那个不起眼的弟兄姐妹们来牺牲奉献。也愿这样的一个故事也成为我们的故事，让我们在台湾这个国家这个社会成为你很好的一个见证。谢谢主，我们这样的祷告是奉靠耶稣的名，阿们。